朋友，歡迎嚟到大粵頭條，我係主播 Chelsea。今日我哋嚟傾下沙縣小食跌落咗神壇，執笠超過3000間喎。1蚊可以止口水，2蚊可以食得飽。曾經靠住白菜價稱霸街頭嘅沙縣小食，家下陷入咗關店潮喎。要知道啊，佢咧同埋黃燜雞米飯啦、蘭州拉麵並稱為餐飲界3巨頭嘅傳奇存在。從街邊流動嘅小攤，力襲性擁有8.8萬間嘅門店，連入300億嘅國際品牌，足跡係遍佈咗全球66國，門店數量係遠超肯德基。但係邊個可以諗到，短短2年嘅時間，3000幾間沙縣小食接連咁閉店。曾經熙熙攘攘嘅門店，家下個玻璃門上邊貼滿咗轉讓告示，寫字樓隔離，年輕人更加愛裝修精緻嘅新式簡餐，校園周邊網紅小食店遍地開花，沙縣小食嘅市場份額被不斷咁蠶食。從市場嘅數據嚟睇，以前引以為傲嘅高客流量唔再啦，翻台率大幅咁降低，唔少門店日營業額係腰斬咗。曾經靠住低價薄利多銷嘅模式難以為繼，高昂嘅房租、人工成本重壓之下，好多店主就不堪重負啦。同時，沙縣小食以夫妻店啦、小作坊經營嘅模式為主，係遠不及大型嘅連鎖餐飲咁便捷高效，難以精準咁把握消費者嘅需求，好難喺競爭入邊脫穎而出啦。曾經使幾蚊就可以解決一餐嘅國民食堂，點解突然之間從食客嘅必選項淪為咗無人問津嘅備選項呢？同埋蘭州人偏愛嘅美食牛肉麵唔同，亦都唔似源自山東、易於家庭複製嘅黃燜雞。沙縣小食係沙縣人餐桌上邊嘅常客，咁外地人熟悉不過嘅蒸餃啦、雞髀飯幾樣，就唔知當地收埋240餘種嘅小食。就算係品牌開運咗全球，本地人仍然會為一碗撈麵脆扁肉嚟排隊。呢一張福建美食嘅名片，盛滿晒普通人嘅生活煙火。個古仔要從上世紀嘅90年代講起，嗰時真嘅沙縣小食不過係簡陋嘅夫妻路邊攤，1-2蚊一份嘅撈麵啦、茶葉蛋啦、扁肉啦等等方便嘅食品，又經濟又實惠。餵飽咗90年代初期喺各個城市街頭湧動嘅打工人嘅腸胃。初代從業者起早貪黑，憑借住全手工製作啦、新鮮嘅食材做出風味獨特嘅小食，啲食客使10蚊8蚊就可以食得滿足啦。呢啲不辭辛苦、日夜勞作嘅初代沙縣小食人，亦都係借埋呢個喺中國各地開店安家，獲得咗唔少嘅收入。佢哋衣錦還鄉之後，又刺激埋更加多嘅沙縣人外出經營小食攤啦，或者係小食店。一個個小食攤，夾硬係肯捱苦嘅沙縣人開成咗連鎖產業。1998年5月，沙縣小食同業會成功咁註冊咗沙縣小食嘅商標。通過對商標嘅控制，加強咗對沙縣小食從業者嘅管理，亦都係設置埋一啲規矩啦。比如話經營者啦，必須擁有沙縣嘅戶籍啦，必須喺沙縣小食培訓中心度接受培訓。未經授權就開設嘅門店會面臨工商投訴。進入到新世紀之後，沙縣政府亦都拎出咗力度，公開咁扶持沙縣小食嘅發展。比如話04年嗰陣，如果有創業者喺上海度開返一間沙縣小食，個政府會補貼1000蚊。2007年嗰陣喺北京開一間沙縣小食店，個政府會補貼3000蚊。08年8月，沙縣小食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啦。喺鼎盛嘅時期，沙縣小食淨係暢銷嘅品類就有幾十種，無論係北方人定係南方人，都能夠喺菜單上邊揾到自己心儀嘅食品，使個10幾蚊就可以食飽食好。而扁肉啦、撈麵啦、蒸餃啦、灌燉啦，成為咗最典型嘅沙縣小食嘅網紅食品，等無數嘅人慕名而嚟。於是乎，沙縣小食就發展到咗8.8間門店嘅體量，單就門店數量已經遠超咗肯德基啦、麥當勞等國際嘅連鎖品牌啦。最收尾，沙縣小食集團唔單止喺北京啦、上海等地嘅黃金地段開出咗酒店級別嘅旗艦店，而且仲將埋沙縣小食開到咗美國啦、法國啦、馬來西亞等等66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到咗2010年之後，沙縣小食已經成為咗具有國際影響力嘅知名品牌啦。
不過隨住體量大規模增長之後，沙縣小食嘅發展就遇到咗瓶頸。唔知從咩時候開始，大家對沙縣小食係越嚟越唔滿意啦。有人話沙縣小食貴咗，個量仲少賣，而且唔好食啦。亦都有人回憶話，沙縣原嚟嘅餃子係真係好食，而且經常能夠見到老闆啦同埋老闆娘利用片刻嘅閒暇時光坐落嚟包餃子啦同埋扁肉。但係到咗收尾就見唔到包餃子嘅場景啦，取而代之嘅係從雪櫃入邊拉出一袋袋嘅冰凍餃子。大家嘅反應雖然話係基於自己嘅就餐體驗，直觀又感性，但係亦都一針見血咁指出埋家下沙縣小食群體普遍存在嘅問題：一係性價比降低咗，第二係口味變差咗。喺沙縣小食路邊攤同埋夫妻店嘅時代，沙縣小食嘅從業者特別能夠吃苦耐勞。雖然話起早貪黑咁製作售賣小食，一份小食淨係賣1-2蚊，但係因為係全手工嚟製作，用料新鮮，口感豐富，風味極富特色。消費者使個10蚊8蚊就能夠食飽食好，所以回頭客特別多，從業者亦都係揾到咗真金白銀。但係家下沙縣小食已經開啟咗加盟嘅模式啦，租金啦、水電成本啦、人工成本啦、原料成本逐漸咁嚟攀升，顧客嘅平均消費水準亦都係漲到咗20幾蚊。但係食到嘴入邊嘅就係選料唔夠講究咯，口味變差咗嘅預製菜。有網友爆料話，有一啲生意唔係好好嘅門店，大鴨髀啦、鹹料等等食材都係一次性咁進購或者係撈好嘅，擺喺個雪櫃入邊一用就係半個月左右。家下嘅沙縣小食從業者早就唔可以接受第一代沙縣小食嘅人忙起身連啖滾水都顧唔上飲嘅勞動強度啦。喺當下呢個快餐化嘅時代，用預製菜就算啦，有啲門店甚至連環境衛生都搞唔好，顧客就餐嘅台凳有立立，後廚嘅原料啦同埋菜品啦求其咁擺放，甚至有老鼠出沒，而至於食品安全問題不斷咁出現，咁又點留得住消費者呢？而且最初沙縣小食嘅行業工會要求從業者係必須具備沙縣戶口，但係實質上呢個原則喺收尾嘅快速發展階段難以堅持。沙縣小食嘅入行門檻並唔高，尤其是係家下預製菜打天下嘅快餐行業，只要係有資金有門面，就能夠揞幾萬蚊嚟加盟。但係顧客就唔會細究某個店係老店定係新店，只要係消費嘅體驗差，就好容易對成個品牌心生反感，從而形成咗客流量越嚟越少嘅惡性循環。隨住生活水準嘅攀升啦，食客對飲食嘅需求早就已經從食飽進階到食好啦。食品嘅衛生啦、營養同埋品質成為咗新嘅消費標尺。喺呢場飲食嘅升級浪潮入邊，曾經憑借住1蚊隨心點餐、2蚊盡享口福，火雲中國嘅沙縣小食，衰落之勢竟然比老字號存聚得更加令人咋舌。當沙縣小食亦都係淪陷咗，呢個話題衝上咗熱搜，啲網友紛紛晒出賬單嚟吐槽。19蚊一份嘅鴨髀飯等人食負食唔起，曾經觸手可得嘅沙縣自由，家下已經成為咗追憶。但係實際上，沙縣小食並非冇高端化嘅潛力嘅。同屬福建嘅莆田餐廳，佢新加坡嘅分店早喺2016年就榮獲咗米其林1星。相比之下，沙縣小食唔單止價格親民啦，出餐又迅速，仲注重健康養生。幾乎係每間沙縣小食店嘅牆度都標注住菜品嘅神奇功效，比如天麻豬腦湯、安神補腦、花旗參白角湯啦、十全大補等等。雖然話呢啲功效嘅真實性係有待考證，但係呢種對食客健康嘅關懷喺快餐行業入邊都係獨樹一隻嘅。不過沙縣小食喺品牌建設方面就存在諸多嘅問題，正版同埋盜版嘅界限係模糊嘅。雖然話只有沙縣本地人加入小食協會之後先能夠合法開店，但係市面上面嘅沙縣小食嘅標識啦、店名啦五花八門，難以形成統一嘅品牌形象，甚至喺海外嘅市場門店英文名亦都係唔統一。中國翻譯為沙縣 Delicacy， 海外就為沙縣 Snacks。
進一步咁削弱咗品牌嘅辨識度同埋影響力。回顧返沙縣小食嘅發展歷程，堪稱一場孤注一擲嘅冒險。上世紀80年代，福建盛行標會呢一種民間融資嘅方式，風險極高。98年，沙縣標會嘅資金鏈斷裂咗，北大會頭失咗亂，無數嘅沙縣人孭住債務，不得不外出嚟謀生啦。鄧世奇夫婦就係其中嘅代表，佢哋因為標會破產，孭住煮雲吞嘅鴛鴦鍋咧，同埋木錘咧，就走往廈門度創業啦。憑借住1蚊入2蚊食飽5蚊食好嘅親民價格，同埋契合民工潮需求嘅大眾口味，佢哋唔單止係還清咗債，仲揾得盆滿缽滿添。呢個成功嘅案例吸引埋大量嘅沙縣人效仿開店，沙縣小食都係由此行上咗擴張之路。喺隨後嘅20年間，沙縣小食實現咗飛躍式嘅發展，仲得到咗沙縣政府大力嘅扶持，通過成立領導小組啦、同業工會等等機構，提供埋免費培訓啦、開店補貼等等嘅政策，推動返沙縣小食行向中國，邁向世界。不過隨住品牌嘅擴張，問題亦都係逐漸咁顯現啦。加盟嘅模式雖然話等沙縣小食迅速咁佔領埋市場，但係亦都導致出品唔統一啦、管理鬆散等問題。即管係沙縣政府多次試住通過統一標誌、升級店面等方式實現品牌嘅規範化運營，並且提出埋保牌、提質、連鎖上市呢個發展嘅目標，仲獲得過戰略融資，拍攝微電影進行宣傳，但係因為各種原因，呢啲計劃大多未能夠落返地。2019年雛鷹龍目退市啦，2020年疫情衝擊，更加係等沙縣小食嘅發展陷入咗困境。家下沙縣小食嘅連鎖率中央廚房未能夠取代傳統製作方式，曾經嘅旗艦001號門店亦都係已經消失唔見啦。喺一線嘅城市，沙縣小食似乎正喺度被邊緣化。北京近2000間沙縣小食評分都係未超過4分，評論量亦都係寥寥無幾，逐漸俾年輕嘅消費群體遺忘咗啦。一方面，佢嘅清淡口味難以同埋冒菜啦、麻辣燙等等嘅重口味美食嚟競爭，冇辦法滿足年輕人對刺激味蕾嘅追求。另一方面，喺外賣盛行嘅時代，沙縣小食因為撈麵又結塊、雲吞又會泡發等等問題，未能夠跟埋線上餐飲嘅發展步伐，再加埋多年唔變嘅菜單，等消費者逐漸咁冇咗新鮮感。即管係從門店嘅數量嚟睇，沙縣小食仍然喺度擴張，但係呢一種擴張更加好似一種慣性，個體店鋪各自為戰，難以實現規模化、標準化嘅發展，亦都好難獲得資本市場嘅青睞。咁而家沙縣小食雖然話仍然係一個廣為人知嘅名詞，但係喺一線城市，佢早已經唔再係白領午餐嘅首選啦，亦都難以成為年輕人追捧嘅網紅美食。佢就好似一個時代嘅符號，承載住過去嘅輝煌，但係喺時代嘅浪潮入邊就冇咗新出路。好啦，呢期就到呢度，感謝你哋嘅收睇，我哋下一期再見。